因那台南的沿海地区，这灾情嘛真严重，7个月饲料链是昨要安怎才有电塔可用？民众要整理厝内，却发现讲这抽水机已经去互海水浸海去。因那是满岛迄边，这油啊是有超过8成去互风险甲落了了。今仔日有超过500个职工过甲居民斗拼扫。防疫3度，眠床顶顶的家具摒刷顶伫巷仔内。台南市7个区饲料理强要每一户拢有在后的废弃物。伊在房间啊，房上拢在用吹啊。厝顶破空也是消失去，伫即届灾情是普遍的现象。厝要重启，阁要开真侪时间。阮阁会当起，阮因为要起，当时要起，阮唔知影，阮爱有能力通起啊。饲料理伫灾后停电6天，11尾仔真无简单恢复送电。居民却发现加压机因为海水中起来起了了，水压低，真歹抽水来摒扫，里长也烦恼环境卫生。无啥大，最清晰的。无水啊！安尼哦，水阁未来是无电工架，是安那是水也上少了对啊。这问题啦吼，规个砖头一定你款臭啊啦！我有公所真有叫人来消毒，啊你这无一时间无要紧，清规个清的遐来处理，一步一步来袂使啦。厝要重启，果子园也是乱糟糟。台南满岛文旦种的面积大约840公顷，即个风体超过8成，拢落落来，落规世界文旦需要人来清理。满岛农会甲青年农民是靠人做伙来整理。也都是吃这边的柚子长大。那经过这次的风灾，其实说真的，看着看着会不自觉想要掉眼泪。对，今天如果这样，光今天一天呐，这样子来的人大概就有超过500个以上的人次，对我们地方上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有帮助到。清出来的文旦摆伫路边，有数十公尺长，非常惊人。即届风台严重损断台南，真侪石棉建材受损，也有灾后废弃物出现。市府表示，已经向环境部争取灾损石棉专案经费，会优先清掉防灾了后破损石棉废弃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